主席，我就問過下啲公屋嘅居民咧，佢哋究竟覺得點樣運用科技係最好嘅？咁佢哋同我講啦，就包括咗咧係門禁嘅出入啦、單位外牆嘅滲水啦，同埋檢討咧嗰個空中雜物呢個問題咧係最重要嘅。政府咧答覆喺今年第3季咧會檢討屯門顯發邨嘅智能卡同埋手機二維碼出入大廈門禁嘅試驗系統。嗱，其實呢啲咁嘅措施咧喺私人住宅咧已經係好普遍㗎啦，亦都可以加強到大廈嘅保安啦。政府可唔可以加快檢視同埋早啲擴大呢個計劃，讓到更加多嘅公屋嘅居民係受惠咧？唔好淨係講緊呢10條村咧。唔該。其實我哋響呢個試驗呢個門禁系統嗰度咧，我哋係會再試驗一啲不同嘅技術，我哋亦都會響比較不同嘅技術之後揾出最合適同埋最有效益嘅系統去陸續去推行嘅。至於響公共雜物嗰方面咧，其實我哋已經係全面推行咗響所有嘅屋邨嗰度嘅，所以其實我哋已經係有190幾套嘅系統應呢個需要去使用嘅。